欢迎收听7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6章。撒母耳记上第6章，无限赛局的神光照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发现，不论我们认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。我们要来祷告，要来 RPG 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5章4节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上帝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了，而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上帝光照，正在被上帝光照呢？延续昨天的故事，38到底是23还是24呢？颜回竟然输了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孔子在颜回和这买布人他们的打赌跟这个争辩当中，他们来到孔子的面前，孔子问明了买布人和颜回的情况，就对颜回笑笑说：38就是23啊，颜回，那你就把这个冠拿给他吧。而这个颜回呢，他听到了之后他不跟老师斗嘴，他想孔子说他错了，就老老实实的摘下他头上的帽子，交给了这买布的。那人接过帽子之后呢，就得意的走了。对孔子的评判，颜回表面上是服从，但心里其实是想不通。他觉得孔子已经老糊涂了，就不想再跟他学习下去。于是他第2天就向孔子告假要回去。要回去的路上，孔子吩咐了他几件事，也告诉他2句话。一句话就是千年古树莫存身，第2句话是杀人不明勿动手。颜回在这里应了一下说记住了，就回家去。结果在这路上呢，就好像最近台湾的天气白天好热好热好热啊，这个晴空万里，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会突然风起云涌下起大雷雨，雨水好像用倒的一样，还有闪电雷鸣。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颜回他就钻进路边一棵大树的空树干里想要避避雨。他突然想到了孔子说的话，千年古树莫存身。他想说，老师既然都这样讲了，那我就不要躲在这，赶快走好了。没想到他一走，一个闪电突然打下来，就把那棵古树劈成2半。颜回心里大吃一惊，想说老师讲的话竟然发生了，但难道杀人不明勿动手会发生在我身上吗？我会杀人吗？就他回到家的时候，那天已经是深夜了，他不想惊动家人，就赶快的要回到他的房间。回到他的房间的时候，床上怎么不止一个人，还有另一个人。一怒之下，他就想要把他随身携带这个宝剑给拔出鞘来，然后想要杀死这上面的人。结果点了灯一看，这一个人竟然是他的妻子，而另外一个人是他的妹妹。他心里就想起孔子说的第2句话，杀人不明勿动手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颜回觉得老师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他隔天早上就赶快回去，看到孔子就跪下说，老师，您那2句话救了我，还救了我的妻子跟我妹妹3个人，您事前怎么会知道这些事要发生呢？孔子把颜回扶起来说，我看昨天天气燥热，估计会有雷雨，就提醒你千年古树莫存身。你又是带着怒气走的，身上还佩戴宝剑，所以我告诉你，杀人不明勿动手。颜回在那里呢，就鞠了个躬说，老师料事如神，学生十分敬佩。后来孔子就开导颜回说，我知道您心里是不服气，其实是觉得我老糊涂，不想再跟我学习。你想一想我说3824是对的，你输了，不过输了个冠。我若说3824是对的，他输了，那可是一条命啊。
颜回恍然大悟，就跪在孔子面前说：老师重大义而轻小是小非，学生还以为老师因年事高而欠清醒，学生惭愧万分。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的故事里面似曾相识，好像我们是那个得罪上帝、得罪人，甚至得罪自己的人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对上帝错误的相信，让他们经历一场败仗，并且让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。而非利士人掳走约柜之后的景况，没有比他们更好，反倒是更糟。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7个月的时间，约柜辗转的好像在流浪一样，流浪在非利士人的5个城镇。而今天这5个城镇竟然经历了非常大的瘟疫，非常大的失落失败，只因为他们以为上帝不过只是一个神明，他们把它放在大衮神庙当中，没想到大衮神庙里面这大衮神的神像，反倒是在上帝的全能当中匍匐敬拜在约柜的面前。如果约柜正是上帝同在的象征，在这个土地上对这一群还不认识上帝的人带来的是惩罚，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呢？非利士人在这样的遭遇里面，其实他们的反应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省思的。他们寻求他们能够的方法，要知道是不是上帝的心意让他们遭遇这样的灾祸，并且他们学习以色列人信仰上帝的方式是要归荣耀给上帝。就在这里他们造了5个金痔疮跟金老鼠，分别代表了5个城镇，5个非利士人的城镇，还有5个非利士人的领袖，要表达他们要寻求上帝的饶恕，寻求上帝的洁净，寻求上帝来帮助他们，来饶恕他们。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？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，后面是当这个约柜真实的在非利士人的面前，他们用一个方法来测试是不是他们得罪上帝。透过2只已经生了小牛，但是还在哺乳中的母牛，而这2头母牛呢，他们载着这个新盖好的车，上面载着约柜。他们想测试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约柜这台车会往伯示麦去吗？还是这2头母牛会往反方向，就他们自己的家中去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正在喂奶给这个小牛喝的2头母牛，大概是不太可能会自动想要往伯示麦那个方向去的。但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他们相信一件事情，这如果是出于上帝的，那他们就要小心，而且真的就是要献上这些礼物，好像当时出埃及一样，这些埃及人他们献上礼物，拜托他们离开埃及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承受这灾祸了。如那样的场景，今天的场景也是真的，这牛犊这个母牛2只母牛，他们就往伯示麦的方向走去。这代表他们所经历的真的是上帝的惩罚，他们所经历的真的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他们不敬畏上帝所遭遇的灾祸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当他们到伯示麦之后，这些利未人真的在那里很高兴，就杀了这2头母牛，献祭给上帝，归荣耀给上帝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迎接约柜。但是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土地，却是另外一个景况，就是在那里竟然有70个人，他们想要窥探这个约柜。
不只是摸，是要打开这个约柜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在摩西五经当中很清楚的讲到，是有利未人，而且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是要非常要洁净自己，要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只有大祭司，而且也不是打开约柜，而是在那至圣所当中敬拜上帝。那我们看见在这个时期，从4世纪之后，其实很多的人，连以色列人，他们对上帝的律法，对上帝的心意也不是那么明白。就在这一连串的混乱，好像约柜在流浪一样，又流浪到了这个原来应该是要回家，回到波斯麦，回到以色列人的地方。然而在这里的以色列人却是又大大得罪上帝。这让我们看见，不论是信上帝的，或是未信上帝的，上帝的荣耀就当归给他。我们对上帝那敬畏的心意仍然是要有的，如同 RPG 说的，这个谁敢不敬畏你呢？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？唯有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都要寻求上帝的心意。非利士人因为他们的遭遇，他们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归荣耀给上帝，显明上帝的大能无所不在。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提醒和反省？很多时候我们身在其中，不明所以，身有盲点，但是上帝却透过他的话语再次带领我们，不论是信的不信的，还未信还在路上的，我们都要归荣耀给上帝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，他要引导我们走生命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主要在这无限赛局当中，主你光照我们的生命，透过孔子跟颜回的故事，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主你让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寻求自己的公义，自以为义，主我们不认识那信的不信的，其实我们都已经得罪了你。但是主，当我们愿意回转向你，愿意归荣耀给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更是怜悯人的，你让人能够在主你的大能当中来经历回转的这个恩典，能够经历回转归向你，在主你里面得救的恩典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中，我们都尊主为大，尊你的名为圣。也求主来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所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动机，也帮助我们在这过程里，让我们所做的，不管是我们的言语，是我们的行为，是我们的态度，是我们深深那人不知道但主你知道的动机，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，使我们的生命因着敬畏你而经历到那生命的泉源，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方向，有意向，而且能够经历主你的医治跟和好。主，谢谢你赦免我们，谢谢你带领我们，更是谢谢你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当中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在各样的境况中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归荣耀给上帝，被上帝光照那公义的器皿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